哎，老陆，玫瑰。刚刚来，好呐。哎，你呢？那是好呐。我的啥来？哎，我的妈。那是好呐吗？没有念我不会加分哦。二三，有念哈。好，班长有没有念？班长有没有念？啊？有，好。好，你们两个加油哦！来，能不能？你先跟们。刚刚啊。我说不要再吃了，我看。不可能去丢。不要按上放抽屉里，你故意的。我跟你讲，吃最后一个你还在吃，是怎样？你喜欢被人家罚站，喜欢被人家骂，大家都在看你。这已经太好了，过来。快点念，我在听你的声音。这什么？马念什么东西啊？那你会了吗？康奶奶帕娜。咖喱呀老外，咖喱呀老外，第一次，不是啊，咖喱呀老外，对，你要听，你才会说，你听，你专心听，你只能听一次你就会了，不用我一直叫，知道吗？马上我们就可以做别的事情了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来，再来一次，来，等你们哟。咖喱呀老外，请你数多。干嘛？好，专心，要专心，好。这个真答不对。好的，年龄。不是，打落你要扣分哈，你要扣2分还是扣1分？啊？扣1分还是扣2分？在那边打落，在上面，瓦蛋的上面，瓦蛋旁边，对，瓦蛋的上面，扣2分。扣2分，因为他一直不专心，他故意的。来，再一次，那你全部念，我再给你那个。听好，里面的鸟哈，他如果念错，你们要听哦。来，
钢条外。